今次咧，我而家要講咧兩其他一個奇蹟叫做太原奇蹟。咁啊，太原奇蹟咧就係講一個講太原黃河電視台嘅台長張敬文一本書。咁呢個人咧，我要同各位分享咧，就係佢26年前咧就去美國。咁去美國咧就係受邀請。聽唔聽到啊？後面呢位張敬文咧，佢係曾經咧係獲得中國中青年新聞工作者最優秀嘅成果嘅最高獎，係全國最佳新聞工作者嘅稱有全國最佳新聞工作者嘅稱號。咁26年前咧，佢就被受僱去美國，受僱喺紐約做呢個美華電視傳播有限公司嘅總經理。咁主要嘅職責咧就係推廣華語喺美國電視台廣播。咁完成咗佢嘅工作之後咧，大概2年時間喺紐約工作，咁就翻去太原。咁翻去太原咧，就出任太原黃河電視台嘅台長嘅一職。咁喺嗰個時間咧，佢仲兼任孔子學院嘅電視台嘅負責人。孔子學院係 Confucius Institute， 有冇聽過你哋？咁呢個計劃咧係佢開始嘅。咁我已經有幫助佢。咁同時咧，佢出版咗一本書，叫做《美國孤女》嘅書，出版咗呢本書嗰個時候。咁呢個書裏邊咧，其中第4頁咧，就係講關於佢喺美國點樣遇見我，同埋我點樣去幫助佢解決佢嘅問題、佢困難。咁而家我要講咧就係我點樣去遇見佢，點樣幫佢解決佢問題。其實咧，根本我過去幾十年咧都係好願意去幫助別人嘅，就算唔識嘅人我都會幫佢，因為本住助人為快樂之本呢個道理。咁好事咧唔怕做多，即係呢係我嘅思想嚟嘅。咁26年前咧，40年前啊，我經常咧，因為我喺鹽湖城咧係開咗一個旅行社，同埋有呢個珠寶嘅生意，即係有兩樣生意咧喺鹽湖城咧開咗。咁我經常咧要由香港去鹽湖城，一年咧去起碼4次多嘅。咁有一次咧，每一次咧，我都係先去嗰個三藩市，再轉機去鹽湖城嘅。咁我每一次去三藩市咧，我都會遇到好多中國嘅遊客，佢哋係攞住簽證去咧，係需要填寫入境紙嘅。咁每一班機咧，只係得一位呢個行小姐係同佢哋填寫呢個入境紙。咁我每次咧，我都好願意幫助需要其他幫助嘅乘客，中國乘客。咁有一次咧，而家講係25年前，有一次咧，我嗰班機咧就啱啱
香港去三藩市咧，就係張敬文坐嗰班機，咁去到我就喺飛機上面咧同佢傾咗幾句説話。我覺得呢個人咁巴閉喎，去紐約做呢個電視台嘅華語嘅電視台廣播嘅總經理，真係唔簡單嘅。咁我就好注意佢，我就問佢：我話你我話你有咩簽證去美國唔緊要啊？佢話佢嘅簽證咧就係工作簽證，因為佢要去到紐約咧係做呢個美華傳播公司嘅有限公司嘅總經理嘅職責。我話你嗰班機咧，我哋班機去到三藩市咧，你再轉機去紐約嗰個時間表，你俾我睇睇，因為我係做旅行社嘅，我一睇就知道佢識唔識。我一睇，我知道出事啦，因為佢嗰個轉機嗰個時間咧係唔夠㗎，佢得1個鐘頭時間，即係三藩市到咗三藩市機場咧。一個鐘頭之後咧，就要即刻就轉機去紐約，佢搞唔掂嘅，因為佢要經過呢個叫做咩啊移民局嘅審查，同埋佢嗰個接見嘅 interview， 嗰個移民官嘅 interview， 嗰個時間好長嘅，同埋嗰班機咧有幾十位拎住呢啲咁嘅旅遊簽證嘅中國嘅乘客，一定係有好多要排隊嘅。咁我心裏邊講，我話你梗出事嘅，一定出事嘅。你冇可能1個鐘頭可以搭另一班機去紐約，即係我咁諗啊。所以我就好留意呢個人，我就話張先，我咧就因為係攞住你個護照，所以我過關嘅時候咧，我就係要另外一個關口，就唔係同你嘅。你咧，因為係攞住呢個visa， 係要經過移民局嘅接見嘅，你就用呢個去。但係咧，我知道一定有問題嘅。我話但係咧，如果你有咩問題之後啊，我唔會即刻去驗護士，我會喺嗰個機場嗰邊咧等你，睇下你有咩問題。我只係講咗個説話啫，我會喺嗰個出口嗰度咧等你，因為我已經心裏面知道一定有問題嘅佢。好啦，咁等咗大概係成個鐘頭啊，咁我佢出嚟啦，佢過咗呢個移民局嗰個移民官咧簽咗俾佢，因為佢工作證係好難攞到嘅，佢攞咗工作證。佢一出咗嚟嗰個站嗰時候咧，見到我咧，哇！佢開心到咧，即係冇乜啲講啦。佢話：佢點講嘅説話？佢話當時咧，佢以為啊，我話之後會見佢咧，只係呢個咩？只係一個隨便嘅點講嘅隨便嘅一個藉口，隨便藉口。佢唔知道我咧真係會喺外面等佢，因為根本我知道佢一定需要我嘅幫佢嘅，真係出嚟嘅時候咧，佢班機去紐約咧已經過咗啦，已經冇咗啦。佢就好慘啦！佢話點搞啊？佢見到我，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我可以幫你，我開旅行社㗎嘛。我即刻同你講第2班就得啦。揾到第2班，所有普通艙冇位啦已經，淨係嗰個 business class 嗰個位有位，但係要俾錢啊！佢聽到要俾錢，佢就已經即係佢話可唔可以通知我紐約嘅公司去幫我咧？我唔使，我可以幫你。其實我咧，因為經常搭飛機，有好多呢個好多呢個叫咩啊？飛行里數，我就將我嗰啲人里數咧送咗俾佢。
等佢 upgrade 咗佢嗰個做呢個 business class，呢個商務座位，就攞咗飛去紐約。我而家班機就已經第二班去紐約，你要通知你紐約公司嚟接你㗎嘛？我係啊，我嗱你又冇電話，我電話借我電話俾你打去呢個紐約。即係我幫佢咧，只係幫佢 upgrade 咗佢嗰個商務座位嘅位，係咁多啫。我幫佢冇咩大事，即係我認為係好小事嚟嘅。根本我有咁嘅能力去幫佢，但係佢咧，哇！佢認為呢個係大件事嚟嘅，我可以解決咗咁難嘅困難。咁啊，佢喺紐約咧就做咗2年，即係做咗呢個廣播公司嘅總經理2年。咁啊，識咗好多朋友同好多行家。咁啊，佢翻咗去呢個中國咧，就接手做咗太原黃河電視台嘅台長嘅職位。咁同時咧就寫咗本書，呢本書咧就話佢喺紐約住咗2年，經過嘅內容。第4章咧就全部都係寫我點樣幫佢。好啦，根本我同佢係分手嘅時候咧，喺三藩市機場，我話我而家咧就去鹽城啦，去等呢個第2班機，你咧就去等，我呢同你搞掂咗呢個班機咧就去呢個紐約。但係咧呢個係我嘅公司嘅名片，呢個名片俾佢。我話有咩事咧，你去到紐約咧需要幫忙嘅咧，你打電話俾我。佢咧喺佢嘅書裏邊咧寫佢個過程咧，就連我嗰個名片都登記埋喺裏邊，即係呢個係咁嘅。好啦，咁啊，我點發覺到？因為我哋離開之後咧，離開咗三藩市機場咧，就已經冇接觸過啦，即係冇再聯絡㗎啦。我以為普通一個人，我幫嘅人太多，我都唔記得佢添啊。但係佢咧就記得我，即係寫咗喺個書度。咁啊，冇幾耐咧，我喺我住喺呢個揭陽嘅，我揭陽咧收到有成20幾個電話打俾我嘅。呢啲人唔識我嘅，唔識得我嘅。咁啊，佢書面佢話我哋係呢本書叫做《美國孤女嘅忠實讀者》，睇到佢點樣，你睇到我點樣幫佢哋嘅名人啊，太原名人張敬宏，自己打電話嚟多謝我。感激我20幾個人打電話俾我，就因為睇到我嗰個書裏邊嗰個。我唔食牛嘅，你幫我睇下。將我名片咧，另外一樣嘢寫咗俾潘少達先生，佢認識你。潘少達先生佢認識你咧，是上帝的安排，實乃今生有幸。咁樣寫嘅，喺本書裏邊咁寫嘅。我嗰陣時頭，即係一頭冇想知點解要咁樣，即係打電話俾我係多謝我，幫助佢哋嘅病人。咁啱嗰年咧就喺太原咧就開一個旅遊展銷會。咁我咧就，有咩可以轉俾佢？佢原來就派我個助手，我喺西安有個助手，因為我西安都有旅行社嘅，我西安旅行社嘅經理咧，我話你去開會咧，同我去拜訪張敬宏，因為張
即係佢問一問究竟咩情況咧？咁佢就呢個阿劉先生，即係我個助手咧，阿劉勇咧就去開會，就喺太原開會，就特登去拜訪阿張敬文。咁張敬文咧就俾呢本書寫幾個字，就俾阿劉勇交俾我。我呢個咧係要多謝我嘅。咁佢仲有咧邀請我，一定要邀請我去太原探佢，因為太原有幾個景點咧係比較出名嘅，其中一個我都記唔清楚啦，係一個叫做咩事？哦，平遙古城啊，喺太原。佢話佢會帶我去參觀平遙古城，同埋咧五台山。五台山咧係中國嘅四大佛教嘅名山之一。咁啊，我就接收，我就同意去探佢。包括我去到呢個太原，佢俾我住一個最豪華嘅酒店。咁啊，坐落嚟嘅時候咧，即刻電視台派咗幾個記者嚟接見我，介紹個廣播啊，話呢位咧係我哋台長嘅美國嘅恩人啊！哇，搞到我都唔知點做。咁當然啦，就再去呢個參觀幾個地點啊，呢個咩平遙古城同埋五台山。但係我呢個奇蹟咧，仲未講完喎。佢奇蹟咧喺後邊出現嘅。你哋都知道啦，我開始做呢個旅遊生意咧，就係只係接待呢個大學嘅音樂團同中國嘅大學音樂團交流演出嘅，即係同中方咧就係中音學院啦、清華大學啦，同埋呢個北京大學啦，同埋天津大學。呢幾間大學咧就同我哋美國有帶第一個大學團咧，就係 BYU 啦。BYU 咧有7個音樂團，其中5個音樂團咧都係我帶佢哋去中方同中方嘅呢幾間大學嘅音樂團交流演出，喺佢哋嘅音樂廳演出嘅。即係我嘅工作咧就係做呢啲音樂團嘅交流，就未曾做過普通旅遊團嘅交流。你估都估唔到，我估都估唔到呢個張敬文會同我做咁多事。張敬文話佢我做咗呢個黃河電視台台長之後咧，我所有喺紐約嗰2年工作遇到嘅朋友啊、客戶啊，同埋呢個廣告嘅客戶啊等等，都想嚟探我，都想嚟呢個太原，啲想嚟太原探我。佢話啱晒啦，我咧就叫佢哋唔好去揾美國嘅旅行社，全部我嘅朋友咧都揾你幫手，都揾姚城你嗰個旅行社幫佢哋組織嗰個去中國嘅安排。所以嗰陣時我開始咧，就開始做。大學生嘅旅遊團，但由張敬文嗰時候開始咧，我就開始做呢個普通嘅團體嘅生意。普通團體生意咧，佢哋要求嘅好高嘅，住最好嘅酒店，食最好嘅嘢安排，即係坐最好嘅車，即係嗰個費用咧會好高嘅，比學生團啲高好多。咁即係話咧，張敬文咧
俾我賺錢嘅。即係呢個係我回報啦。我幫咗佢之後咧，佢幫翻我咧就係、叫我幫組織佢哋個朋友，佢關係嘅朋友。我喺度計啊，3年裏邊咧，佢每年都有3個團俾我，即係紐約佢嘅朋友咧，都有朋友，都有親人咧，有朋友嘅好多，越嚟越多嘅。即係每年咧都有3個團，一個團有大概30幾人咁啦。咁啊3年裏邊咧有3年有成3、9、27、270年。270年咧，我嗰陣時嘅我又其實我應該收咗啲錢嘅，但嗰陣時計我咧係一個人學咧，我只係賺$1000美金啫，好少嘅喺呢個學生$1000美金。咁3年裏邊咧，如果係一個人$1000咧，270幾人咧，都差唔多200萬啦，200萬港紙嘅。咁我一睇原來咧，我而家住緊嗰個美湖居啊，喺天水圍個美湖居咧，我用190萬買嘅，就係嗰時候買嘅，就賺到個錢嚟買嗰個美湖居啊！你話我嘅回報幾大啊？即係為咗幫一個人少少嘅嘢，得到個回報咧，想像唔到嘅。我而家美湖居咧值500萬啦已經。所以我呢個故事咧，即係話俾你聽，好事唔怕做嘅。當時如果冇即刻回報咧，